欢迎来到咱的节目，咱讲台语，法国人讲法语，日本人讲日语，咱台湾人讲台语。啊，若讲到台语，咱敢知影台语有几个声调？有8个声调，倒8个：西、好、霸、比、高、狗、唱、乐。啊，这8个动物生落啥款？来，华峰带你来去看卖。咱即马已经来到动物园内底啊，吼，就来带你看咱一寡较有代表性的动物安尼。吼，来到咱即个目山动物园进行啊，其实吼，咱较早台北的动物园啊，伊伫咧圆山啊，嘿啊，较早人会讲哦，咱来去圆山动物园看高山啊，也是讲看动物安尼之类。啊，咱即马动物园煞来去目山吼，来去看一寡动物，行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咱今仔看到的这只是咱第一声调第一调的狮，吼，就是狮即马就是生到这型。啊，咱即马看的这只有无？头壳顶无毛的这只是母的安尼，吼。啊，咱镜头咱小看一下，讲，咱第一声调第一调的狮是生到啥款？好，续来咱来去看第二调咯，行。来，咱即马来到第2条，啥物拢好的好，吼，啊，咱来看这个吼，咱台湾特务较特殊的生物，这个石虎，吼，石虎。啊，伊即马迄场所伫咧迄个算维修啦，算即马鸟无伫的，毋是鸟，歹势，毋通看鸟无点，伊是石虎，吼。啊，咱时到才会补一个石虎的相片，互大家看。好，咱行来过去看第3条。然后咱即马来去找迄个第3条，咱第3条是迄个霸，吼，啊霸咧头前，呀，咱做伙来。好，咱即马来到台语第3条，即个霸，吼，莫看即个霸安尼生到真水哦，咱伫咧台语的意思内底，鸭霸、番比霸、虎霸母、霸占，拢是即个霸。吼，伊啊看起来真水，啊其实伊嘛是真歹、真危险的哦。好，咱即马来去第4条，行。好，咱即马来看画面遮披咧遐迄只，吼，咱敢知影迄只叫做啥？莫合作福鱼，莫看伊有4只脚，搁一个尾溜，喙搁遮尔长安尼吼。咱台湾人咧好名真趣味，只要伫咧水内底游的，拢会当加一个鱼。啊，咱即只合作福鱼。好，咱续来，咱来看这只，来，迄个咱的观众朋友敢有去约着讲，咱即马要来讲着台语的第几条啊？好，来讲哦，咱即马要讲的是台语第4条。好，是安怎讲？咱要讲比，要来翕这个龟的尾溜，因为咱俗语有咧讲啊，就是啥，龟笑比无尾，所以咱咧介绍第4条。比的时阵，就来带大家来看龟的尾溜。好，行。来，咱即马看到这只合作啥物名呢？这只合作酷马，吼，酷马是安怎会叫做酷马？绝对毋是因为讲伊甲酷鱼同款恐怖，因为我看这只生到遮古锥，啊，毋过事实上伊嘛是甲酷鱼同款恐怖啊。伊伫咧非洲内底吼，嘛算是危险的迄个动物咯。你莫看伊安尼，伊有看迄个影片，伊咧食西瓜袂，敢咧嗑瓜子的，吼。你来看伊的目睭、耳仔甲鼻孔，你有看无？咱看画面一下，来，有看到目睭、鼻仔、目睭、耳仔、鼻孔有无？伊米伫咧水内底的时阵是共一条线，甲咱迄个酷鱼共款。酷鱼咧冲水面的时阵，伊的鼻仔、目睭、耳仔嘛是共款，拢拄好伫咧水面顶悬。啊，所以讲哦，有酷鱼，啊，就有酷马，安尼。好，啊，咱过来去看后一个动物，行。来，咱即摆来到台语第5条，狗。狗伊的声调吼是安尼，狗，吼发音是狗，敢若一个山安尼，狗起哩搁落来。
吼啊，咱即摆咧讲的这狗看起来是安尼，啊，嘛捌听过咱咧是大人吼，咧讲迄个囡仔足贱足热笑的，拢讲啊，你若贱甲那草狗咧，吼，啊若草狗，佫毋是即种狗，伊是即种狗，咱来看相片伫咧遮。好，啊介绍了咱第5条了后，咱续来要来去看第6条，行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咱即摆来到台语声调第6条狗，吼，咱咧来路的吼，我拄甲迄个林老师咧讨论，讲狗遮世上一世界看有的动物，敢有可能伫咧动物园内底做展览安尼？好，来看一下，这个答案，咱阿峰带各位观众朋友来遮看，大家请看。好，其实哦，动物园内底真正是有展览狗啊，这是一个非洲来迄个腊狗吼。啊，因为即摆拄场所伫咧整理，所以讲咱即届来嘛是看无。好，啊，动物园内底有狗无狗，这个问题，甲咱台语声调内底有第6条无？这是共款一个做奥妙一个问题啦。因为咱一般定咧讲台语有8条。啊，毋过台语敢真正有8条，大家当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。啊嘛，欢迎大家来讨论。有人讲台语敢若7条，安怎讲敢若7条？因为伊第6条的狗，甲第2条的虎，共款拢是为下骹甲观音去哩嘛。虎、狗，虎、狗，哦，拢是共款是为下骹去哩的。啊，讲既然拢是共款安尼发音共款的声调的时阵，是安怎要有第6条？第6条的狗是毋是可以来倒数？安尼，我感觉这个问题就是讲，大家当做伙来讨论，吼。啊，个人嘛是会当欢迎讲大家伫下骹遮，吼，咱那个讨论的所在，留言来就是互相指教一下。好，咱即马来去看第7条。好，咱即马徛咧树面头前，上怕的是。因有足长的鼻仔，真怕。哦，我讲的差不多就是安尼。好，头是要来讲头前迄段，因为咱 YouTube 的历史上啊，头一支影片就是咱这个唱，哦，咱嘛是咱这个台语声调第7条的唱，嘿对，即摆要讲的就是这个大唱。好啊，我要讲的就是安尼。来，欢迎来到咱台语第8条鹿。哦，这个鹿，咱今日要介绍的是台湾鹿。哎呦，有看到台湾鹿？咱看伊迄个角有无？啊，甲伊身躯迄个白白迄个点，伊这哦是咱台湾特殊的，敢若台湾有，才叫做台湾鹿。啊，若是讲遮远看无，不要紧。阿峰才有一张500块的纸票，来，这顶悬就是咱的台湾鹿，吼，看到这个台湾鹿，是毋是有感觉足亲切的咧？好，行，啊咧，咱即马迄个台语8声调就介绍到这，好，行。大家好，咱即马吼，咱讲台语这个节目啊，即马嘛拄好到咧节目的后壁段啊，吼。啊，大家敢搁会记得讲咱这个台语的8声调是抑搁安怎念的咧？吼，啊若袂记，无要紧，咱即马再过来练一届。西、虎、霸、比、狗、狗、唱、鹿，安尼8声调吼，大家敢有记起来啊？好，啊，大家若是讲有介意讲咱讲台语这个节目伫咧动物园这个单元吼，若是有超过500个人来看吼，咱就有咧，即个计划过来翕第2集，吼啊，若是讲感觉咱节目做了袂歹，啊，心实，趣味，则欢迎讲大家甲介绍互大家做伙来支持咱讲台语即个节目，好，感谢大家，再会。